看系古朴派历史年头同今日情形，还加了解客家祭典文化，也可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加入现代观念的重要性。让平等还有归长的路会十万打拼。客家祭典要有较多元的态度去面对未来，能有办法继续行下去。今年的课程客家社会祭典古朴派就到这片咯。客家名录学院，我是今年的课程主持人朱怡燕，请大家收看客家名录学院，我能会继续同大家带来精彩的课程。啷个了？